Hello，我係寶榮醫師，歡迎大家嚟到我哋嘅漢興中醫常用中藥系列教學。今日我哋會同大家分享一款好常見又實用嘅中藥材菊花。菊花喺我哋中國嘅傳統藥典《神農本草經》入邊都有詳細記載，而且用途非常之廣泛，唔單止係一道觀賞植物，更係我哋用嚟治病嘅良方。咁就由我哋今次嘅教學開始啦。講起菊花，大家一定唔陌生啦，特別係呢排秋天，花季盛開嘅時候，你會見到好多地方攤檔都擺滿咗金黃色、白色嘅菊花，無論係用嚟欣賞定係用嚟泡茶，菊花都係好受歡迎嘅。我哋中醫認為，菊花性味甘、苦、微寒，入肺經同肝經，主要用嚟疏散風熱、平肝陽、清肝明目同埋清熱解毒。簡單啲講，就係喺身體有風熱或者肝火旺嘅時候，利用菊花就可以幫助平衡身體嘅狀態。我哋再逐一嚟睇下菊花喺臨床上點樣幫到我哋。一係治感冒嘅風熱感冒，因為菊花體輕達表，氣清上浮，微寒清熱，功能疏散肺經風熱，但發散表邪之力不強，常用治風熱感冒或溫病初起、溫邪犯肺、發熱、微惡風寒、頭痛、咳嗽等症。二係治肝陽上亢，菊花性寒，入肝經，能清肝熱、平肝陽，常用治肝陽上亢、頭痛眩暈。三係眼睛紅腫痛，能清泄肝熱以明目。最後係用嚟解毒散腫都可以，可用嚟治療瘡組腫毒。臨床上，菊花有多種泡製方法，最普通嘅係炒菊花，用文火炒到邊緣微黑。呢個法可以增強清熱解毒嘅效果。仲有一個叫菊花炭嘅泡製，用中火炒至焦褐，然後噴少少清水，製成回火用，可以對輕微咳血有幫助。除咗單獨用之外，我特別想介紹幾個常見嘅配伍搭配，令到菊花嘅醫療效果更上一層樓。例如菊花配川芎、生石膏，呢個組合特別適合用嚟治頭痛眩暈、目赤腫痛，因為佢哋能疏肝風、清肝熱。再例如菊花配金銀花，兩者都能疏散風熱、清熱解毒。呢個搭配常用於溫病初起或者疥瘡腫毒。再者，咁我最欣賞嘅就係菊花配黑芝麻。黑芝麻有滋補肝腎、滋陰血嘅功效，加上菊花平肝火，補得又滋又平衡。喺用法方面，我亦想同大家提醒下，用菊花泡茶時，成人每天大約5到10克劑量就已經足夠，可以直接煎湯或者入丸散劑都得。外用方面，煎湯分洗或者搗爛後外敷都係非常好嘅選擇。另外，唔好忘記用菊花嘅時候要留意啲禁忌，例如氣虛、畏寒、食少又容易腹瀉嘅朋友就要小心用，避免弄巧成拙。另外，當你搭配鎮靜藥、麻醉藥或者降壓藥，記得唔好用太大劑量，以免引起不良反應。今次嘅內容雖然唔係好多，但相信大家一定可以學到幾個實用嘅知識，比如點樣用菊花去疏散肺經風熱，或者用嚟明目解毒。有冇啲朋友用過菊花啊？或者你哋喺日常生活中又點樣利用呢種植物嚟幫助自己？歡迎下次留言同我分享。最後，非常感謝你哋收聽我嘅分享。如果你鍾意我今次嘅教學，記得幫我 like、subscribe 同埋 share， 等更多人可以認識我哋嘅中醫智慧。我係寶榮醫師，下次再有新嘅中醫知識等你一齊嚟探究。多謝大家，下次見啦！